而家我哋所講嘅但以理書嘅四獸，邊一隻獸啊冇喺呢一個主耶穌第一次嚟嘅舞台上邊，同埋主耶穌第二次嚟嘅舞台上邊參與啫？邊一隻獸冇啫？我哋講嘅四獸由巴比倫，跟住講嘅波斯馬代，跟住講嘅希臘。你如果喺歷史上面睇下，呢三隻獸啊，都直成係對神嘅家啊，可以話咧尊敬有加㗎。你知唔知道啊？希臘嘅我哋講亞歷山大大帝，甚至佢嚟到耶路撒冷嘅時候，佢發咗個夢噶嘛。早於28年前，1987年12月27日，日華牧師經已喺《天國比喻》第35篇詳盡分享到，神藉先知但以理喺但以理書7章預言世界末後將會出現嘅四獸。喺過往歷史中，頭三獸經已出現，並且按住但以理嘅預言準確應驗。第一獸係巴比倫帝國，第二獸係波斯馬代帝國，第三獸係希臘帝國。事實上，頭三獸所對應嘅國度都曾經恩待聖民，施恩與耶路撒冷。頭三獸超自然地介入，係為到主耶穌基督第一次降生在世嘅場景而悉心安排及協助，好讓主耶穌能夠喺耶路撒冷城成全節期，完成神嘅救贖計劃。至於第一獸所對應嘅巴比倫帝國，主前約607年，因着以色列人犯罪敬拜偶像，神容許巴比倫成為耶和華嘅刀，審判以色列，殲滅嗰啲遠離神、違背神誡命、同行邪淫、敬拜偶像嘅所謂選民。約主前586年，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攻破耶路撒冷，猶大王約雅敬同大多數貴族均被擄到巴比倫囚禁。巴比倫軍隊佔領並摧毀呢座城市，城牆被毀，聖殿被焚，聖殿中大批金銀器皿都交喺巴比倫手中。於以色列人被擄期間，尼布甲尼撒王曾經恩待但以利、哈拿尼雅、米沙利、亞撒利雅，留佢哋喺王面前侍立。甚至神超自然地透過金像嘅異夢與尼布甲尼撒王說話，預告直至末世終結時，全世界各國嘅興亡。然後神藉但以理解明金像嘅異夢，使尼布甲尼撒王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高升但以理管理巴比倫全省，又立佢為總理，掌管巴比倫嘅一切節事。除此之外，當有奸臣陷害以色列人沙得拉、米撒同埋亞伯尼哥，使佢哋被扔進火爐裏面，神子卻超自然咁喺尼布甲尼撒王眼前顯現，成為火爐中嘅第四人。但以理書3章24至26節，那時尼布甲尼撒王驚奇，急忙起來，對謀士說：我捆起來扔在火裏的不是3個人嗎？他們回答王說：王啊，是。王說：看啊，我見有4個人，並沒有捆綁，在火中遊行，也沒有受傷。那第4個的相貌好像神子。於是尼布甲尼撒就近烈火窯門，說：至高神的僕人沙得拉、米撒、亞伯尼哥出來，上這裏來吧。沙得拉、米撒、亞伯尼哥就從火中出來了。事後尼布甲尼撒王喺巴比倫省高升咗沙得拉、米撒同埋亞伯尼哥。但以理書3章27至30節，那些總督、欽差、巡撫和王的謀士一同聚集看這3個人，見火無力傷他們的身體，頭髮也沒有燒焦，衣裳也沒有變色，並沒有火燎的氣味。尼布甲尼撒說：沙得拉、米撒、亞伯尼哥的神是應當稱頌的，他差遣使者救護倚靠他的僕人，他們不遵王命，捨去己身，在他們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別神。現在我降旨，無論何方、何國、何族的人，謗讟沙得拉、米撒、亞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遲，他的房屋必成糞堆，因為沒有別神能這樣施行拯救。那時王在巴比倫省高升了沙得拉、米撒、亞伯尼哥。而且喺但以理書第4章記載，尼布甲尼撒王唔單止恩待咗行為公義嘅聖民，佢仲因為呢個神蹟，樂意將至高神嘅作為宣揚遍地。但以理書4章1至3節，尼布甲尼撒王曉諭住在全地各方、各國、各族的人說：願你們大享平安！我樂意將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蹟奇事宣揚出來。他的神蹟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盛，他的國是永遠的，他的權柄傳到萬代。所以從第一獸巴比倫帝國給予我哋認知3個重點：第一，神超自然介入，容讓巴比倫帝國嘅興起成為耶和華嘅刀，審判嗰啲犯罪、遠離神、違背神誡命、敬拜偶像嘅以色列人。事實上，因為以色列人曾經被擄巴比倫而滅國，呢件事以後，歷史上以色列人從此唔敢再敬拜偶像。第二，原來當神嘅選民唔聖潔、唔愛真理，神會容許別國起嚟審判，
甚至神超自然介入巴比倫尼布甲尼撒王生命裏面，祝福尼布甲尼撒王戰無不勝，並且帶領尼布甲尼撒王認識至高嘅神。事實上，正如日華牧師過往多次分享過，從歷史上 Freemason 申明呢個原則，所以喺世世代代裏面，當教會同埋基督徒唔珍惜屬靈福分，敬拜偶像，唔聖潔，借債度日，成為債主奴隸，接受同性戀等等罪行， Freemason 就可以成為末後嘅巴比倫，同樣被神祝福，起嚟審判神嘅選民。第三，明顯從巴比倫尼布甲尼撒王嘅事蹟可見，神多次以超自然方式介入第一獸所對應嘅巴比倫帝國，目的就係確立行為公義聖潔嘅聖民，並且從金像嘅異夢裏面，神藉住巴比倫尼布甲尼撒王揭示以及奠定咗世界各國嘅興衰。事實上，第一獸所對應嘅巴比倫帝國同埋接着其餘出現嘅另外三獸，都同神救贖計劃嘅舞台有關。尤其頭三獸正係為咗預備逾越節同埋五旬節應驗嘅舞台。至於第四獸就係為咗預備最後節期吹角節、贖罪日同埋住棚節應驗嘅舞台。所以到咗世界末後，神再次超自然介入，容許10國列王共同參與玫瑰園嘅百年計劃。另外，主前539年對應第二隻獸嘅馬代波斯王古列，又名居魯士大帝，擊敗巴比倫。其後主前538年，波斯王古列發現猶太先知耶利米嘅預言，提到佢將要興起攻陷巴比倫，所以喺波斯王古列恩准之下，任命所羅巴伯為第一任猶大省省長，率領第一批猶太人回歸祖國。約喺主前536年，所羅巴伯同大祭司耶書亞開始重建位於耶路撒冷嘅聖殿。重建聖殿約喺主前516年完成，先知以斯拉獲准返回耶路撒冷修飾聖殿。隨後大約喺主前445年，另一位波斯王亞達薛西恩准尼希米返耶路撒冷展開重建城牆嘅工作。當城牆被重建後，以色列人就逐步回歸，將耶路撒冷城按住規劃逐步連街帶號重新建造起嚟，好讓第一次節期應驗嘅場景，就係主耶穌降生同釘十字架嘅地方得以預備妥當。毋庸置疑，對應第二獸嘅波斯馬代，確實神超自然介入，讓波斯眾王唔單止恩待咗以色列人，並且喺重建耶路撒冷同埋聖殿嘅舞台上，亦都可算不遺餘力。數個朝代嘅皇帝都接二連三協助以色列人建成耶路撒冷。對應第三獸嘅就係希臘帝國，喺主前332年，希臘嘅亞歷山大大帝征服咗聖地耶路撒冷，寫下咗古世界歷史嘅轉捩點。喺希臘時代，東西方亦都開始結合，孕育出後嚟嘅西方文明。其中亞歷山大大帝奠定咗包容嘅世界觀。盡管耶路撒冷嘅以色列人都受到希臘文化影響，然而亞歷山大大帝仍然准許同埋尊重以色列人可以按自己嘅信仰自由咁敬拜神。隨後，當亞歷山大大帝離世之後，以色列落入塞琉古王朝手中。主前2世紀中葉，因為馬加比家族起嚟反抗塞琉古王朝，建立咗獨立嘅猶太王國。猶太人自此享有政治自主權達80年之久，直到主前37年，羅馬征服咗嗰度，並封希律為王先至結束。縱觀過往頭三獸同第四獸嘅雛形，與以色列人同耶路撒冷嘅關係，明顯都充滿住神超自然嘅帶領同埋介入，使以色列人得以延續，耶路撒冷得以重建。喺時間流以外嘅創造主多次介入第一獸所對應嘅巴比倫，從金像嘅異夢裏面，更加證明喺尼布甲尼撒王嘅時期，世界末後嘅歷史經已明確咁奠定落嚟。確實，整個人類歷史絕對唔係順住時間流，見步行步，按部就班咁發展出嚟。相反，係從起初，神已經制定咗人類歷史嘅結局，就係但以理書同埋啟示錄所預言，世界末後最終結嘅時候，從神超自然介入，將異夢俾約瑟時期嘅埃及法老王同埋巴比倫尼布甲尼撒王，已經證明喺兩王接受異夢之前，往後歷史嘅結局其實早已奠定咗，只不過神藉住異夢將往後嘅事預先透露俾列王知道，所以聖經再一次明證，神係預先編定咗人類歷史嘅結局，然後先至編排會達至嗰個結局嘅劇情。正如小說同埋電影，往往都係先編定結局，然後先至翻轉頭嚟編排之前嘅情節。所以歷史證明咗，神係首先制定世界嘅結局，然後再為人類編定較早嘅歷史。甚至神以神子嘅身份進入人類歷史裏面，出現喺亞伯拉罕、雅各、摩西、約書亞、先知以及列王面前。
例如尼布甲尼撒王，好讓佢哋成為唔同嘅時間之柱。正如小說同埋電影情節一樣，按住神早已編排嘅歷史，逐步演進到神原本已定下嘅終局。故此，人類歷史前3隻獸所對應嘅列王，都係神所命定，絕非偶然。除此之外，既然前3獸所對應嘅國度都曾經恩待聖民，施恩與耶路撒冷，所以喺第3獸之後出現嘅第4獸，亦必定係神所命定。甚至好似前3獸一樣，神會超自然介入第4獸嘅國度，使佢哋為咗配合人類歷史嘅終局，施恩與聖民。呢個正正就係橫跨上千年嘅玫瑰園計劃。